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嘅黃昏天氣報告。我係陳維信。一股偏南氣流咧，今日係影響住廣東沿岸地區啊。從大範圍嘅衛星雲圖咧，我哋可以見得到啊，華南地區咧普遍俾一啲比較厚嘅雲團所覆蓋喎。不過喺廣東沿岸咧，雲間都有啲罅隙啊。咁所以咧，我哋今日喺鶴咀望出去咧，初時咧天上都比較多雲啦。去到下晝嘅時間咧，都見到唔錯嘅藍天。受住偏南氣流所影響啊，今日咧都有啲驟雨嘅喎。從雷達圖像上高咧，亦都見到一啲雨區咧係影響住廣東沿岸同埋內陸㗎。而本港方面咧，今日下晝咧喺新界部分地區咧都落到幾毫米嘅雨量嘅喎。至於氣温方面啊，今日嘅最高氣温喺各區咧大概係30至32度之間。而本港地區今晚到聽日嘅詳細天氣預測將會係大致多雲，有一兩陣嘅驟雨。聽朝早咧最低氣温大概係27度啊。日間部分時間會有陽光，天氣炎熱，市區最高氣温咧會上升至大概係32度㗎。新界咧會再高1-2度。風方面咧係會吹和緩嘅偏南風。至於之後嘅天氣咧，我哋一齊睇下電腦嘅預測圖。我哋預計偏南氣流咧會喺未來一兩日繼續係影響住廣東沿岸地區啊。到時咧我哋仍然係陽光驟雨天嘅噃。去到下個星期嘅初期咧，受住高空反氣旋所影響啊，我哋預計咧會見翻更加多嘅陽光啦，同埋天氣酷熱㗎。咁所以喺展望方面啦，我哋預計星期五嘅時間咧會有幾陣驟雨，去到週末到下週初嘅時間咧係會漸轉天晴，天氣係會酷熱嘅噃。咁大家記得做好防暑防曬措施啦。今日嘅天氣咧就同大家睇到呢一度，祝各位有愉快嘅晚上，再見。